我希望这3个月不要太轻松，不要到处想要捡枪炮，那枪炮是会反弹的。这边，前面，加油，英雄连！台湾的良心，加油！加油！副总统往中间站好吗？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惊喜，是几个月的挣扎，几个月的长期思考，被很多热爱台湾的朋友感动。今天站在前排的只是其中的代表，但是做成决定，实在是昨天的事情。法而有力，然后陈志忠也向您喊话说，现在泛绿没有分裂的本钱，你怎么看？台湾不要分裂哈，台湾分裂就是因为有蓝绿，所以讲泛绿、讲泛蓝，那就是在分裂了。我这次的出征，我们刚刚以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，我们告诉大家，2360万无分蓝绿，我们除了团结，别无选择。我很早宣布，因为民进党已经不是当年的民进党了，所以我心灵脱党，因为我还很爱民进党，我舍不得把我拥有的党政交回去，任何程序都不重要。如果我心灵不认同，我不以民进党为荣为傲的话，我今天可以重申，我不伤害民进党。我期待蔡英文总统在我们今天宣布之后，强大的全民压力之下，把执政以来因心因格做一番检讨，有没有做错了？做错了有没有反省？有没有改进？我希望这3个月不要太轻松，不要到处想要捡枪炮。那枪炮是会反弹的。我也不知道说，昨天我们预告今天记者会，我11点半看电视，怎么郭台铭先生说不选了，完全跟我无关。